大家好，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我係 Tiffany。本港5支的士車隊已喺舊年7月28號全部投入服務，但係每支的士車隊都有各自嘅 call 車應用程式，對乘客造成不便啦。八達通預告將於4月22號推出本地版 call 車2平台。call 車2呢個服務早喺新加坡、泰國、日本等地經已推出，供用戶喺當地 call 車。今次本地版將會整合全港5間的士車隊、多個本地網約的士平台，以及提供無障礙車輛服務嘅社企平台，即係以後乘客無需分別下載不同嘅網約車手機應用程式，再上傳資料登記成為用戶。八達通交通業務主管鄧翠珊表示，平台會連接高德地圖，車款方面會提供經濟型、商務型、無障礙型、豪華型同埋特大行李型選擇。點揀車型之後會見到提供該車型之的士車隊同埋其他非車隊的士供應商提供一口價預計估價，乘客可點擊全選 call 所有類型的士，或者點選個別車型、車隊或者的士供應商。八達通公司表示，車資會由各間的士供應商釐定。至於乘客有冇需要支付手續費，平台將來會唔會加入即將合法化嘅網約車，同埋有咩其他的士供應商，八達通未有任何介紹。僅重申平台覆蓋8000架的士，八達通聲稱將會繼續同更多平台合作。翻查資料，網約車平台 Uber 喺舊年曾受傳媒訪問表示，過去1年喺 Uber 登記的士司機有28000人。喺實際操作方面，本地版 call 車亦就好似境外版或者內地嘅網約車平台一樣，屆時用戶只需要打開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喺主頁或者旅遊頁面點揀 call 車2版面，再輸入起點及終點便可預約及付款。唔同之處就係確認時可以選擇八達通、手機八達通或者八達通錢包預先付款。若預付車費比實際車費高，系統將會即時退回差額；若乘客取消行程，亦會即時退款。視乎唔同嘅支付方式，用戶可在手機程式拍卡取回差額，或者由系統自動退回去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內。八達通早前起舉行記者會透露，系統將根據用戶定位及預設選項，尋找各平台車隊中最接近用戶嘅車輛。若果用戶喺 call 車期間遇到任何問題，可以喺系統中聯絡八達通客戶服務，再轉交去的士車隊公司解決事件。的士司機方面，八達通公佈將於今年6月起優化司機收入直接增值到八達通嘅安排，每月從商用八達通賬戶增值到八達通卡或手機八達通嘅轉賬上限，將由港幣5000蚊劃一提升到港幣4萬蚊，每年上限亦會按的士司機八達通銀包賬戶級別再作出相應調整。大黃蜂的士車隊表示，樂見的士車隊統一平台出爐，期望有助增加車隊生意，車費按需求而釐定。JE 樂行聲明高興獲邀加入平台，形容已準備就緒。call 車2推出嘅時候，車隊 App 仲係會同時服務，兩者將採取同一收費標準。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一副主席莊永德透露，旗下 MU Taxi 會連接入去 call 車2平台，將會提供4或5座位經濟型的士，合共有1000至2000架的士為市民服務嘅。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